伫中世纪祖国迄个多灾多难的时期，海外爱国华侨出钱出力，支持革命、支援革命、参与革命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之一。关注天下男主人，关注海内外正港人的传奇，互咱来去关注南厝三位华侨烈士。伫正港东石镇下庄村的东塔公路边，有由该村旅居菲律宾华侨捐资修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，叫纪念坛，是为了纪念伫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先后为国捐躯的3位菲律宾爱国华侨青年张清水、张碧君、交张文顺3位兄弟。这英雄已经牺牲半个几世纪了，不过关于因伫咱厝一直流传着群众三人一饭忠烈的故事。一饭忠烈为国捐躯，伫中世纪祖国迄个多灾多难的时期，3个来自上一个华侨家庭的兄弟，为了祖国献出了宝贵的性命。这3位英雄是张清水、张碧君、张文顺。伫今仔日演播室内面，我也荣幸邀请到正港市政协原文史委主任、正港市西史学会副会长叶海山先生来为咱讲讲这3位英雄的故事。叶先生，你好。嗨，你好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叶先生，那么张清水、交张碧君、交张文顺这3个兄弟啊，因都计是来自上一个华侨家庭，那3个人都计是非常积极的投身到祖国的革命。那么，这是不是交因往买这个家庭环境、这个成长有关系啊？这个关系也大。张清水甲张文顺是亲兄弟，因老爸是一个爱国华侨，第2个。这个张碧君的老爸是师大的，还有个一个三姐，这张康氏呀，这个是亚早就参加革命。因这3个兄弟啊，都是在正港东石镇下庄村出世的。为什么因会行上革命道路？就是说，这个三姐张康氏亚早就参加革命，就这个大因的，所以因。这个家庭的革命气氛也浓烈，所以后生家都一个爱国心，所以正早就都做一个参加革命。叶先生，听你的讲述咯，这个张清水是作为大兄，那么听说伊亚早就去到菲律宾咯，那么伊佫是怎样呢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抗日救国的种的道路的呢？张清水是1917年出世的，就因3个兄弟啊居师大，伊12岁。就去菲律宾，在菲律宾读了3年样的中西合璧的样的学堂，校长颜文初才来介绍倒来下门的籍理，佮读华侨中学。安尼得到高中毕业的时阵，成绩是非常好，但因为迄个家庭的需要，所以叫伊又搁到菲律宾去帮忙做生意了。伊来伫一味读册的时阵，咱迄阵闽南的地下吊装已经也活跃了，所以伊伫一味的时阵就接受这个进步思想。到菲律宾以后，伊就参加做进步活动了。到1937年，伊迄阵就参与组织中华民族自卫队，菲律宾分会参加这个。搁落来的1938年，就因三姐张康氏的带动下，又搁组建菲律宾华侨店员救亡协会啦，简称这个就救协会。安尼，伊这个人。因为工作也认真也拍拼，所以在这个38年伊也就加入共产党了。39年的5月，因三姐倒来祖国的时阵，伊就被推选为迄个店救会的秘书长了，负责伊即个所有的代志了。因为伊即个人也多才多艺，伊也会英语，也会菲律宾国语，所以。
迄阵菲律宾的这华侨早来的伊那个青年广场咧聚会啦，啊，因就组织一个专家进步人士来演讲。啊，伊讲的是因为讲英语，佮有阵是讲菲律宾国语咯，所以这个张昌水，伊就甲因另外点救会的这个组织部长或者游航员，两个就轮流做翻译，所以迄阵火掉了野大，向这个点救会的菲律宾是人数最多，活动最频繁的一个组织。迄阵因也佮创一个见习的点员部了，这个点员部因为迄阵交通闭塞咯，所以这个点员部的青年当中引起也大的反响了。大家人从即个知影这个作为祖国的现象、外界的现象。菲律宾正式沦陷以后，因为这个张昌水的老爸是一个爱国华侨咯，所以伊这个家庭就变成咱地下的联络点了。廖先生，听说这个张清水牺牲是做是也后生了，伊当时是怎样牺牲的？因为迄阵张昌水因这个点员工会这个开展也顺利了，牛唔捌好咯，所以就较放松降铁上了。到1944年，因为出了这个汉奸告发了，就杀带掠去咯。敌人也知影伊这人也多才多艺，想要动员你来，较要判去做汉奸了，要利用伊了。但是怎啊可怕，怎啊严刑，伊都无动心了。最后就去台杀咯。尼7年过身，伊才27岁，也年轻。好是。咱讲了这个张清水，咱说来讲这个张伯鈞，那么伊甲张清水是叫做结拜兄弟，伊也是也早就去到菲律宾，交因阿爷上款来是安尼加入种个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。那么当作是这个张伯鈞，伊是主要是在做什么代志啊？张伯鈞22年出世的，到12岁，伊就